不过啊，一开始你会强嘛，但是你就是学霸，学霸一开始工作也会好啊，一开始在港中，也会应该不会答应啊。他们那时候反对嘛，一开始当然是有反对啊，因为当时已经有，我爸爸已经有在海外开始他的新事业，他有希望我能够去帮忙或者是继承这些事情。哦，对，但是最终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我才是主角，那我应该要学着替自己做决定，因为如果将来假设说我听我父亲的。将来我成功了，其实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了。你要说，如果不是我爸爸就可以讲了嘛。如果不是我，你有今天吗？那你没有办法反驳。因为确实我是就走了人家安排的路嘛。那如果万一失败了呢？那他也没有办法说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嘛。我也不知道今天会这样。不过你做安多事情，从股东俱乐部你后来又成立公司，对，出书嘛，好办农理想国，又推一坪地主啊，一坪地主是我们公司年轻朋友推的计划，对，我们一起去发想。哇，你光是笨蛋黑熊路黑鬼都熊哈一港中，可是你可以。好发公法堂灭到很多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可以搞出那么多东西，超厉害的。你还有什么计划在想的吗？还有事情想要做以前做。所以现在就是去年就意外发现九州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打算去那里种田啊，去那边酿酒啊，然后去那里体验生活啊。反正九州的人越来越少了，那既然都要出国去玩，我们干脆打包回来玩好了。哇，很酷哎！是啊，那里的风景那么漂亮啊，田园那么美好，吃的东西我们又喜欢啊。那像我妈妈这个月也去九州去那边生活1个月，体验生活。就我觉得其实比较长时间的 long stay， 然后在一个类似像日本这样子很接近台湾农村的地方，其实有一些农村风景我们已经失去，他们还在了。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可以这样说。那如果能够用这种方式去体验生活，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纪大的人，我们都会找到另外一个视角，回头再看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的社会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难能可贵的。